师傅，该吃药了。哦，师兄，我来扶你。慢一点，师傅。给我。哎，道长，你老前辈，聂某无能，管教无方，胡作才出了聂小倩、聂小环这2个不孝之女，认贼作父，为虎作伥，致使玄真观遭受如此大难，这简直是恩将仇报。胡祖愧对玄真观，聂某无言以对道长。聂先生，起来吧。发生这样的事，并非你的过错，你不必自责。玄真观和黑风寨一战，灾所难免。就算不是聂小倩，也会换成别人。况且，聂小倩虽然带兵攻打玄真观，但最后关头还救了我一命，这也算悬崖勒马，良心未泯吧。依贫道所见，他是另有苦衷，请道长责罚，聂某绝无二话。哎，我说你这聂某，请道长责罚。青姐，你你老头，你这没完没了了你！这人世间有讨米、讨饭、讨媳妇儿的，没见过你这种讨打的。你给我起来，给我起来！你走开！你不知道，你不是我，你知道我的心里，我憋闷。好了好了，大家都少说一句吧。前辈，我知道你心里愧疚，可是道长说的话也不无道理。就算你想受罚，也要等到道长伤好了以后再罚。你看道长现在连拔剑的力气都没有，他怎么罚你啊？前辈，听晚辈一句劝，罚不罚的到时候再议，还是先让道长好好休息吧。来，起来吧。我徒弟说得好，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站着说。这笔债，聂某是欠下了，道长随时来取，聂某绝无二话。道长，好生养生吧。我说你这个聂老头啊，我跟你说，嘿嘿，再给你买上，我今天要把你喝醉，一醉解千愁。酒入愁肠，愁更愁啊！哎，喝了就不愁了，不愁了。我说你这个聂老头啊，你怎么想的呀？你可是聂小倩的亲舅舅，你相信你外甥女会做出那恩将仇报的事儿啊？兴许真像是那燕赤霞所说的，他另有苦衷。苦衷！你们个个都说他有苦衷，可事实是他帮着黑风杀了玄真观那么多的弟子。这如果是小环所为吧，我虽然心痛啊，但我也能想通。这可偏偏是小倩，你说你要我如何能冷静？我如何能相信他嘛？怎么就不能相信他呢？小倩的娘亲已经死了，你是他唯一的长辈，长辈不相信晚辈，怎么可能呢？我是他的长辈，舅舅，你是他舅舅。对呀，我是他的长辈。就是啊，那我就要找到他，向他问明白。他如果真的是有苦衷的话，我这个做长辈的，我替他分担，对不对？哎，如果不是呢？那我要把他抓回来，我要给玄真观一个交代。对，我就去黑风寨。站住！我说你是气糊涂了还是老糊涂了你？老东西啊！现在外面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？什么？黑风是挖地3尺也要找到咱们，正愁找不到呢。你这倒好，跑黑风寨去，你这不送货上门吗？你这啊！我跟你说，你信不信？你前脚一走出去，你后脚就碰见一个人。谁？阎王爷。呸！哼！那你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等这风声过去一段时间，咱们多找些人马，咱们再杀上黑风寨。那得等到猴年马月，等到马年猴月也得等。我不等。别动！我告诉你，你干嘛？我不会让你去送死。你干什么？我就要去。你要去，我插你！我插你！不，你喝多了，你放下来这个。不放，你去我就不放。我不去，你放下来。你走不走？我不走，你放下来。不走？不，哎呦，我得走啊，我得走。干什么？这人有3急，我快去！哎，好。
哎呦呦呦！快去快回！啊，哎，聂小倩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给我出来！站住！站住！什么人敢到这儿来闹事？快滚！我是你舅舅，听见没有？给我出来！马上出来！你听见没有？你出来啊！你出来啊！你给我出来！谁在这大喊大叫的？启禀姥姥，这儿有一个醉鬼在闹事。出来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你这只老狐狸啊！你胆子还真大呀，敢来黑风寨，我看你就是找死。是你这个老妖婆！我们狐族跟你无怨无仇，你却处处陷害，如今还让我2个外甥女儿走上了歧途。你可别抬举我，你们家那2只狐狸，可不是我请来的，我巴不得他们在我眼前消失呢。来人，在，把他押回去。是。顺便告诉聂小倩，说他舅舅来了。我跟你拼了！走，老妖婆，我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老头啊，你不听我的，你这不是送死吗？哎呦！放开我！我赵小倩，我放开我！启禀主人，我在山门口抓到了狐族余孽，特押来听从你发落。黑风，你杀我先祖在先，图我族人于后，如今又不知用了什么龌龊的伎俩，骗得我2个外甥女为你卖命。今天，我要向你讨还血债，我要带走小倩和小环。混账！要不是主人大发善心，你能苟活到今日吗？今天我要替主人好好教训你。住手！放开他！是你们狐族背叛于我在先，所以我才先下杀手。我现在是3界的盟主，一统3界，那是指日可待的。如果你肯归顺于我，我会既往不咎。你们狐族还是我们黑风寨第1大族。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把他们俩带走。在哪儿？快说在哪儿！聂小倩、聂小环，他们是主动归顺于我，他们识时务。谁与我黑风过不去，那就是自取灭亡。今天，我看在他们姐妹俩的份上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。屁话！小倩绝对不会助纣为虐。舅舅，啊，小倩，小环，你怎么来了？小环、小倩，你舅舅要把你们带走，我黑风绝不强人所难。是去是留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好，快跟舅舅走，我绝不能让你们误入歧途，走上这不归之路。你们看到了吗？小倩、小环，他们是心甘情愿留在黑风寨为我卖命的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属下甘愿受主人差遣，甘冒途绝无怨言。你们，他是杀你娘的仇人，灭我狐族的凶手，你们都忘了？请主人息怒，舅舅年事已高，再加上最近接连遭受变故，神志不清，请主人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我糊涂，我看你才糊涂！聂小倩，我和你娘一直都把你当成掌上明珠啊！如今你娘尸骨未寒，也就拜倒在仇人的脚下。舅舅，死者已矣，可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。我不想背着仇恨活一辈子。难得黑风主人肯不计前嫌，又答应帮我们复兴狐族，如此机会，舅舅，你就不要再顽固了。你这样只会让我和小环为难，以后怎么在黑风寨抬头做人呢？我让你为难？姐姐，你听见了吗？这就是你百般疼爱的女儿啊！舅舅，你不要再胡闹了！你再不走，我跟姐姐就难保你性命了。舅舅，
我走，但我会睁开眼睛看着你们这两个不孝之女最后是什么下场。你们好自为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主人，你绝对不能放他走，放他走就是后患无穷啊！舒姥姥，你此言差矣。师傅放走他，才显示了我黑风寨的气量。现在正是收买人心的时候，你这么做，是要让全天下人认为师傅是一个心胸狭隘的小人吗？你别说了，让他走吧。师傅明鉴，这是他们聂家的事情，还是让他们自己处理吧。小倩、小环，那是你们的舅舅，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。是主人。不孝啊！你们不孝啊！嘿，为什么？姐姐，我无能，我没有管好你的两个女儿啊！叶小倩，你有什么面目见你的老娘？走吧，你快点！也不是，哎呀，走！你不知道，那个小畜生他太不像话了。我要去报仇，走！我去报仇！我插你啊！你不能老这样，快点！你别老拦着我，他太不像话了。你别老拦着我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闹了事就想走，没那么容易。嘿嘿嘿，我刚才就说了，黑风老妖不会轻易放过我的。假惺惺，伪君子！你们不仅大闹黑风寨，还辱骂我家主人。我今天要是不杀了你，我们黑风寨还怎么在三界立足？杀谁呀？黑风说了，你们家主人说了，放我们走，你敢阻挡，多管闲事！我们家主人不与你计较，可是我的眼里不揉沙子。什么东西？哎呀，他不就是黑风面前的一条狗吗？现在只不过尽自己的本分罢了。哎，老妖婆，平日里你狐假虎威、狗仗人势，没少欺负其他妖族。这笔账，今天我跟你一并清算。还挺猖狂，待会儿我看你还能不能这么猖狂。跟我上！前辈，前辈，快走，快走啊，快走！住手！就走。聂小倩，走着瞧。舅舅，舅舅，你怎么样了？没事吧？老夫贱命一条，养儿不教，早就该死。废话少说，快动手吧。舅舅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你是我的舅舅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去找个地方颐享天年，不要再卷入江湖的是是非非。
你为什么就不听我的话呢？灭族之恨，唯有一日敢忘。你我已经道不相同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舅舅，不敢当，你我已经恩断义绝。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聂小倩，你不杀我是吧？那聂某告辞了。舅舅，你受了内伤，你休息一下。滚开！舅舅，舅舅。舅舅，你看着小倩从小长到大，你了解小倩，难道你真的认为小倩如此忘恩负义？我也不愿意相信，可事实让我不得不信啊！我与宁大哥回到1000年前，我亲眼目睹了黑风残害祖先聂风，血洗狐狸洞，而后又因为他遭遇了灭族之痛、丧母之恨。舅舅，你认为小倩能够忘掉这些，能够不恨黑风老妖吗？既然恨，为何还要助纣为虐呢？正如舅舅所说，灭族之仇，丧母之恨，痛之入骨，小倩一刻不能忘记。小倩，就算是跟他同归于尽，也要报此血海深仇，以继为母亲的在天之灵。但事实是，就算我们再想报仇，就算我们拼上性命，也难动黑风一根汗毛。是舅舅无能啊！所以我想了很久，要想报仇，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走。你的意思是，只有取得了黑风的信任，才有机会除掉他。所以你不惜背负恶名，投入黑风寨？哎呦，天哪！天哪！小倩，你不知道你这样做有多危险吗？那黑风岂能轻信于人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你再冒险，我要带你走。走啊，小倩，现在就走！你跟我走！舅舅，走！舅舅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这样很危险，但是这却是唯一的办法。现在正是我取得黑风信任的关键时刻，我要是走了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要坚持下去。舅舅，你相信我吧，我一定可以为娘还有狐族报仇。相信我。小倩，哎呀，那我今天在黑风寨这么一闹，岂不是坏了大事吗？哎呀，我真糊涂，我老糊涂了，我舅，你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应付。只不过这件事，你一定要为我保守秘密。多一个人知道，我和小环就会多一份危险，你知道了吗？啊？什么？小环也是？他和我是一样的，都是冲着报仇而来。你放心，舅舅，我会照顾好他的。好啊。小环虽然以前犯了很多错，但他毕竟是聂家的后代，那以后你们要多照应啊。舅舅，你现在怎么样？啊，你没事吧？我很好。哦，对了，小倩，我有点口渴，你帮我找点水喝。啊，
好，舅舅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回来。姐姐，你安心吧，咱们聂家的孩子都是好样的，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他们。黑风啊，黑风，你这个混蛋，王八蛋！呸！什么东西？前脚说放人家走，后脚就派人来追杀，啊，什么玩意儿？聂小倩也不是什么好鸟，还是古人云的好啊，是妖怪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哼，气死我了！坏了，聂老头还被聂小倩抓着呢，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得去救聂老头。这边，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呢？从一个妖怪手里去救另外一个妖怪，被救的那个妖怪还是这个妖怪的亲舅舅。哎呦，聂小倩啊，你也念点亲情啊，不要对你舅舅下狠手啊！还有聂老头，你可要挺住啊！小倩，舅舅无能，才让你独自背负血海深仇。如今，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，就是成全你们。姐姐，我来陪你啦！小倩，把我的人头带给黑风。舅舅，不要！舅舅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舅舅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舅舅，你放心，小倩我绝对不会让你白白的牺牲，我一定要手刃黑风，替你和娘，替你和娘报仇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呀，聂老头，你在这儿啊！我找您找的好苦啊！聂小倩呀，你太狠心了！你真的下得了手啊！你不是个东西呀！师傅，这是龙井山蝎子洞送来的龙井茶，请你品尝。龙井山蝎子洞跟我们黑风寨素无往来，为什么今天突然间示好呢？玄真观一战，我们黑风寨现在是名动天下，师傅威震四方，3界各路人马纷纷来投，无人不晓师傅的威名，无人不知道我们黑风寨的厉害。一向自命清高的蝎子洞，也对师傅俯首称臣，主动示好。如此下去，师傅的大业指日可待。说得好，一点没错。等为师就任3界盟主的时候，你呢，
就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多谢师父栽培。主人，又怎么了？生什么气呀？谁惹你了？主人明鉴，虽然你宽宏大量，不与姓聂的老狐狸计较，可他大闹黑风寨，我还是咽不下这口气。我就想带人去教训他一下，谁知道聂小倩半路杀出来阻拦，把他舅舅给救走了。是我下命令放他们走的，你居然……属下不敢，我只是想教训他一下。如果你要惩罚我，我甘愿受罚。可是聂小倩呢？她当着你的面对她的舅舅冷言冷语，可是背地却救走了她舅舅，这说明她是在欺瞒主人。她不就是在跟主人作对吗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舅舅的人头。舅舅今日大闹黑风寨，对主人出言不逊，其罪当诛。主人宽宏大量，念在他与小倩亲戚一场，交与小倩处置。小倩虽然顾念家族之情，但更要维护主人之名。于是小倩杀了舅舅，前来复命。聂小倩为了取得主人的信任，连他的舅舅都敢杀。主人，这样的人切不可留在身边。今日他能杀自己的舅舅，明日他就能加害于你啊！鼠妖，我敬你是长辈，一再的忍让，可是你却一再的重伤小倩。小倩对主人的忠心，天地可表，你却一再歪曲小倩的用心，可是另有图谋啊！成事者不拘小节，我既然已经入了黑风寨，就会以黑风寨和主人为重。别说是我舅舅，就算是你，只要是阻碍主人千秋大业之人，小倩我一律杀无赦。聂小倩，你忠心可嘉，我要赐你黑风令，让黑风寨上下都听你的号令。主人，谢谢主人。起来吧，以后你跟陶进就是我的左膀右臂，你们要尽心尽力为黑风寨做出贡献。小倩定当不负主人厚望。舅舅，你用性命换来的这一切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利用。黑风，你的死期不远了。聂小倩，这就是你报仇的方法吗？娘亲的尸骨未寒，现在又搭上了舅舅的性命，你平时的嚣张能干都到哪里去了？我的事不用你管，你的事我才不想管呢。可是，那个人是我们的亲舅舅，亲舅舅啊！你怎么能下得了手啊？你口口声声说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可你呢？你又做了些什么呢？
住嘴！我偏不！你不要再对我摆臭架子了。我来是要告诉你，从今往后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就算没有你，我也一样可以为娘亲和舅舅报仇。你等着瞧吧！聂老头啊，你这么年轻就死了，怪可惜的。都怪我没有把你拦住。但是聂小倩她是你的亲外甥女啊，她对你怎么能下这样的狠手啊？师傅，你真的确定舅舅是小倩所杀？我亲眼看见他带走了你老头，紧接着就在河边看到你老头没有脑袋的尸体，不是他还有谁？小倩变得如此残忍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，都是我。说到底，小倩是受了黑风的指使和蛊惑，这笔账我一定要讨回来。没错，我们一定要杀了黑风，替这些无辜冤死的人报仇。严姑娘说的对。黑风不除，三界难安。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客官，你的菜。好，大哥，情况如何？玄真观一战后，黑风寨实力大增，现在各方势力纷纷投奔，甚至还有一些名门正派。去吧。是。看来事态越来越严峻了。现在要想铲除黑风，难上加难。严道长，赤眉道长那边情况如何？经此一战，他是否愿意竖起大旗，带领我们对抗黑风？我师兄他伤势未愈，我也不好多说。哼，说来说去都怪聂小倩。如果不是她害道长受伤的话，我们这些人干嘛要怕黑风啊？难道你也相信小倩会背叛我们？哎，大木头，你还想骗自己吗？当初我们不是不相信他会杀老夫人吗？可现在呢，他连自己的亲舅舅都舍得杀。我真是没有想到，小倩居然会变成这样。早知如此，我当时就不应该救她。这个事儿我也有点想不通啊。你说那天那个树妖来追我们，小倩分明是来救人的，可怎么到后来又变成杀人了呢？还有什么想不通的？哎，你刚才还说凶手除了他没有别人，怎么现在又替他说话了？我替谁说话了？我谁也没替谁说话。当时聂小倩舅舅死了，我心里很难过，我气糊涂了。现在我仔细想一想，确实我判断有问题。还有什么想不通的？聂小倩抢聂舅走，其实就是为了不让聂舅死在树妖的手上。她好把聂舅杀死，她再去黑风那里邀功。哼，小倩真是太过分了，真是丧尽天良。喂，你们不要争了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是非曲直，总会水落石出的。我知道，说到底你还是不相信小倩变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无话可说。少爷，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心情不好，当然多喝2杯了。姐姐，你去歇着吧，我来照顾宁公子。不用了，梦儿，去煮碗醒酒汤。小四儿，去烧壶热水来吧。他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个样子？彩珍大哥，你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
能跟我说说吗？我真没用，我真的是个窝囊废。你知道吗？我从一开始就不想相信小倩她杀了我娘，可是今天又传来了消息，小倩竟然杀了她的亲舅舅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？但我还是没有办法忘记她，我忘不了小倩。我真的是个不孝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彩晨大哥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只是用情太深，爱错了人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真没想到，你竟然连黑风令都可以拿到。在黑风寨，我也伺候了师傅10几年才拿到的。这下你高兴了？这下你满意了吧？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爱的人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的眼睛像2泓清泉，一眼就能看到你心底的快乐和善良。为了守护这份清澈和快乐，我可以不惜一切，甚至付出我的生命。可是我直到今天，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傻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在黑风寨长大，就算这里再邋遢、再浑浊，我也只能回到这里，因为这就是我淘尽的命。所以你这次出现在黑风寨，我每天都提心吊胆，生怕你一不小心就丢了性命。但是我更害怕你为了复仇泥足深陷。我以为在黑风寨只有我才能救你，但你的所作所为告诉我，你能承受的远远超过我。你根本就不需要我，一直都是我自作多情。我知道你遭受了怎样的痛苦，娘死了，犬族被灭，在你心里或许已经杀了黑风1000次100次。所以无论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报仇，我都可以理解，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可是现在我迷茫了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为了报仇，你竟然可以亲手割下你舅舅的头。
聂小倩，你的双眼现在充满了仇恨。你已经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聂小倩了。舅舅，伯母，彩晨辜负了你们对我的厚爱，我实在是无颜面对你们。你们千叮万嘱，让我照顾好小倩，可是我却……小倩变成如今这个样子，彩晨难辞其咎。早知会落到这般田地，彩晨一定会带着小倩离开这是非之地，避世隐居，或许可以长相厮守。